大家好，歡迎收睇4OSSIBLE 收市報告。今日係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。首先講明，呢條片只供教育同娛樂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我哋開始啦。好淡增持，個市炒唔起。標普500升0.0個百分點，納斯達克升0.1個百分點，道瓊斯跌0.2個百分點，羅素2000跌0.1個百分點。引伸波幅方面回落咗1.0個百分點。睇返主要指數，今日最強係納斯達克。整體嚟講，大市仍然企喺高位附近。板塊方面，工業帶頭，升1.1個百分點，最弱係醫療保健，跌1.0個百分點。11個板塊入面有5個上升。今日主角係 Lumentum， 升6.0個百分點。至於最弱嘅係 Zoom， 跌7.0個百分點。今日升幅榜 ，Lumentum 排第一，升6.0個百分點。跟住係 Ciena、西部數據、康寧同希捷。跌幅榜方面 ，Zoom 跌得最勁，跌7.0個百分點。之後係 Intuit、Workday、英偉達同 CF Industries。睇返成個觀察名單，20隻升，10隻跌。今日做得最好嘅係 Lumentum、Ciena 同西部數據。表現最差嘅係 Zoom、Intuit 同 Workday。其餘啲股份就好淡增持。跟住要留意咩 ？Lumentum 今日升6.0個百分點帶頭，睇下後續有冇跟進買盤。Zoom 最弱，睇下會唔會止跌。板塊方面，工業帶頭，醫療保健就拖後腿。引伸波幅回落，止蝕記住要有紀律。跟住講下5隻焦點股，呢啲只供教育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Lumentum 支持位喺876附近。止蝕擺喺863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1091。Ciena 支持位喺387附近，止蝕擺喺381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449。西部數據支持位喺448附近，止蝕擺喺441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524。康寧支持位喺147附近。止蝕擺喺145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169。希捷支持位喺822附近，止蝕擺喺809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920。全部都係跌穿支持位就止蝕，博2倍風險回報。投資記住要自己負責。再講下呢股票替代觀察，今日冇一隻合資格。因為而家啲領頭股都升得太急，呢套做法係趁大市回調先買優質股，唔會追突破，所以繼續等。Lumentum 等回落到851.74 ，Ciena 等回落到402.85，西部數據等回落到483.14。只供教育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以上就係今日嘅收市報告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撳讚、訂閱同開通知，冇嘢係唔可能嘅。It's4OSSIBLE